林业署伫台北办妇女礼善特典以妇女的家庭菜园做主题。林业署是表示讲，有真侪作物拢是古早的品种，嘛为咱台湾保留生态的多样性。有的食物佮对减少碳排有帮助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妇女的头目带领众人敬拜祖灵，祈求特典顺利圆满。林业署自2018年开始，甲民间团体和花莲等地乡的妇女部落合作，成立导班，也佮有种传统作物的保种田，招少年辈传承妇女的农经知识和技术。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原住民的农经智慧，林业署专工办一个妇女礼善特典。这个不能断，要继续连下去，一直到我们的下一代要传承。包括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的文化，绝对不能中断。布农的传统智慧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。我们原来以我们所懂的东西太少了。人类的瑰宝跟遗产，如果不能够被好好的去保存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。特典以妇女的家庭菜园做主题，不同人的菜园拢有种无同款的豆仔。林业署表示，这作物虽然是族人厝内普通时在食的，不过这豆仔侪侪拢是古早的品种。部落的家庭菜园唔但为台湾保留生态多样性，这豆仔也阁是真够共团的作物。他们在做这个豆豆的保种，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秘方，保了很多的那个种源在民间呐，所以这些都再让我们能够知道，原来他们传统的生活能够维持多样性，并变成我们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成果啦。林业署表示，这个特典伫台北办到9月20为止，后续11月会刷登去登记的部落展览，嘛会配合市容教育，让民众更加了解部落的家庭菜园为生态永续所做的贡献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